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约伯记39章26节到40章的第5节，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每一个教示。上帝的教示，上帝的诫命，上帝的旨意，拢是要爱互咱来遵守的。但是咱却经常袂记得，并且忽略着上帝的旨意。捌有一个囡仔，伊的老母甲伊交代，袂当出去外口学白食。但是有一天呢，伊甲伊的亲人出去，亲人就带伊去夜市有食一寡物件。转来时拄食暗顿。为着要遵守着这个老母的旨意，所以囡仔嘛安尼真勉强食饭，好若亲像讲伊出去拢无食物件安尼啦到过工呢，那囡仔去便所了后出来，甲伊妈妈讲：我放乌屎啦伊妈妈就讲：恁昨出去食夜市你是毋是食猪血？安尼就露出马脚啦这就好若亲像咱伫主日的时阵有讲到迄个亚当啦，上帝伫创造人了后，将伊放伫伊甸园，交代伊管理伊甸园。上帝赏赐伊这个整个的园互伊会修成但是呢，有一个禁止的物件，上帝无爱伊去食，这个园中会当辨别是非的果子。但是亚当甲夏娃呢，亚当伫这个夏娃的使人的下面，伫撒旦的引诱的下面，好若亲像有这个这讲了都袂记得安尼将上帝予伊为伊的这个禁止令袂记得甲清清气气，一直到上帝的神倒转来到伫伊甸园咧画亚当的时阵，因才警觉，然后赶紧来避起来。圣经的记载讲，因食迄个果子了后，目睭就开发现家己赤身裸体，也因为安尼，因编这个无花果树的叶来遮盖家己的身躯。迄一天的下昏时，因听见上主伫咧园咧行，就走到树林内底避起来。但是主上帝来叫迄个人：你伫叨位伊就回答：我听见你伫园咧行，就真惊吓，避起来，因为我赤身裸体。这是创世纪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这就亲像拄则讲迄个囡仔安尼就是露出马脚啦亚当的代志提醒咱只不过是一个受造者，咱是领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会通存活，也领受着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伊，听伊的旨意甲命令。咱真可能时常会亲像亚当同款，就袂记得上帝的诫命，袂记得我是什么人，然后就得罪上帝其实约伯嘛是安尼所以了后，就上帝一直甲伊提醒。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哪晓天开时南飞，是你教伊的吗？鹰照伫这个壁顶悬来起厝，这是奉你的命令所做的吗？伊晓伫山岩顶悬，用这个真危险的
大石头做堡垒，因对遐来看看紧，找通好掠会食物。有尸体的所在，鹰鸟就自集，才会使只鹰仔也来吸血。这是咱伫最近一直咧研读约伯书中间的记载。约伯记40章第1节到第5节，耶稣基督佮继续对约伯安尼讲：约伯啊，你用全能的来抵抗辩论，你甲上帝来争论。现在你答复吧。约伯来回答：主上帝啊，我讲了无知的话，我阁会当讲什么话呢？我毋敢阁讲啊。是啦，当咱真真正正甲上帝面对面的时阵，咱阁会当讲什么话呢？当咱掠做家己真熬，是这个爱地园所有有者阿当听见上帝的脚步声的时阵，伊就大大受着惊吓，因就闭起来。因为因讲家己是赤身裸体，所以就闭起来。嘛，因为安尼，所以因就流出来因的尾仔骹，因为因犯着偷食上帝所禁止因食的果子粽。咱时常掠做亲像阿当共款，感觉拥有上帝的智慧甲能力，就亲像约伯共款，去互上帝讲甲下到无话通讲。因为安尼时，咱着爱记得上帝的诫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尼才袂使得咱误解家己来离开上帝。亲像诗篇第1篇所讲，咱着爱日眠思想上帝的律法。嘛，亲像箴言22章第6节所讲的，爱教导囡仔行伫正路顶悬，互伊对细汉到老拢袂记记。对细汉开始，着爱学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免得将来行偏去啊。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甲这个文道讲：当我甲恁同在时，就已经将这个话甲恁讲啊。但是迄个为助者就是老爸，因为我的名所要请来的圣神，会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并且互恁记得我所讲一切的话。圣神的充满，圣神的工作，就是要爱咱会记得主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每一个教示，一切的话，也要安尼，互咱伫迄个生活的中间，会通有主的引带。那安尼，咱才袂跌到伫行偏，伫错误的道路来离开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甲咱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借着我，就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恁既然捌我，也捌我的老爸。对现在开始，恁捌我，并且已经看见伊啊。是啦，主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生命的道路，是唯一通到上帝救恩的道路。也因为亲像彼得所甲咱讲的，无有别的拯救。圣神就是帮助咱会记得，并且爱遵守伊所赏赐予咱的每一个教示。诗篇29篇
天界大灵者的正经字啊，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权能归予伊，着归予伊，着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予伊，存着圣洁的心敬拜上主。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上帝临在伫海洋的顶面。上主的声有大气力，上主的声威严满满，上主的声拍指碧香树，上主拍碎黎巴嫩的碧香树。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互叶文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上主的声互四那闪烁，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生产。互树林的树叶落甲光光光，所有伫伊的殿内的人拢喊休讲，荣光归上主。上帝设宝座伫大水的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气力予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感谢天父赏赐阮圣神充满甲同在，也帮助阮会通记得基督的每一个教示，也互阮会通来跟对基督，行伫永生的道路顶悬。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